Hello，大家好，我是加密九哥啊。首先呢，要祝大家在2023年新的一年呢新年快乐啊！春节呢已经过完了，那2022年呢终于在这个爆竹声中的过去了。在过去的一年呢，不论是行情还是整个加密市场，都经历了不同的波澜起伏。从 Luna 带着牛市的喧嚣进入到熊市的恐慌，用了仅仅不到一周的时间。随后呢，整个币换市场出现了恐慌性的清算和去杠杆。导致了这个三箭资本出现了流动性枯竭而破产，那更是摧毁了大部分的加密交易所，包括中币、FTX 等等走向了破产，那最终呢都难逃这个破产的厄运。那随后呢，世界顶级的投资机构的 DCG 呢也爆出了出现了这个流动性危机其子公司的灰度呢也在这个熊市中的摇摆不定更是爆出了被这个投资人的要求去进行一个赔偿等等。那这些每一个消息都如一颗巨雷悬在所有人的心头上。那这也是最黑暗的时刻，那也是让人最难忘的一年。黑客便利整个加密市场，让本就不活跃的市场再一次陷入了这种枯竭。那给大多数人进行了一次这个雪上加霜式的一个洗劫很多人没有倒在这个 Luna 和这个 FTX 的这个雪崩之中却倒在了黑客的肮脏的这个技术的之下，犹如这个雪中割肉一般，让很多人坠入了地狱。那最难忘的一年终于过去了。那随着新冠疫情的全面的放开了，人们似乎对2023年又充满了期待。终于呢，市场为2022年也放上了一个圆满的句号。在2023年癸卯年开春之际呢，迎来了尤为的上涨。也多少给了一直坚守在加密市场的和 Web3的坚实信仰者一丝新的喜悦，或者说呢，为2022年呢交出了最后的一份答卷，也再次为市场枯竭且宁静的海平面呢再次带动了人们略带谨慎的情绪。那接下来我们一起来看看，在2023年呢，我们应该着重点的关注哪些方面。首先，我认为呢，依然Web3呢依然是本年度的重要的一个热点随着香港对加密货币的一个开放态度，香港呢将会成为华人圈的Web3的聚集地。后续的下一波牛市将会从香港开始。那因为香港凭借着地理位置的独特性，外接资本，内接国内大量的做Web3的一个拥护者，有可能会改变Web3的世界格局。而在整个东方缺的可能不再是Web3是一个可以面向全球化的公链。目前的国内的公链呢，除了 Complex 或者认可之外呢，好像再无值得关注的新型公链如果有可能，更多的是如果有可能的话呢可能更多的是联盟链和私有链的这个结合体。那么在2023年呢Web3呢，我认为基础设施、AI 预言机、跨链数据聚合器、多链数据集合链上生混、AI 游戏，具有潜在价值 NFT、元宇宙等等的，依然是关注的重点。那第二呢，就是如果说是 Web3是2023的焦点的话呢，那公链依然会成为2023年的最亮的一个仔。2022年呢，尽管市场呢陷入了枯竭的状态但公链的融资额度呢却屡屡创新高其中呢就有这个 Aptos 和这个 Sui 尤为耀眼。那之后呢 Lira 和这个Shadow 和 C、Color QLC 等等新型公链呢也备受资本的青睐。当然呢，在2023年呢，我认为还会继续出来新的公链来弥补市场上的不足点。这些不足点可能集中在隐私、安全、处理速度和更加的去中心化以及合规方向。当然，市场也有声音认为联盟链融入在公链的这个公链可能会成为一个公链的一个新的方向也有可能这种新型的公链可能会在2024年诞生他们可能这样的话呢，可以提升区块链的向不同行业的渗透，以及呢实现区块链的工业化以及正文化的公链这个应用场景。那第三呢就是 AOIT， 那 AOIT 呢就这个听起来好像跟这个Web3的好像没有什么太大的关联性，但是这可能是Web3的一股不容小觑的力量。那人工智能和物联网的结合呢，将有可能创造出下一代的这个 GameFi 的新的 GameFi 的出现。那这将更好的融入到这个元宇宙当中因为 AI 呢，我们也知道 AI 的话，在这个去年年底的时候呢，这个 OpenAI 也就是ChatGPT
出来之后呢，火爆全球啊，火爆全球，基本上是，呃，打破了以往的呃，打破了以往的这种沉浸啊，让所有人呢都对这种技术感到一种疯狂啊，基本上达到一种疯狂。那第四点就是分布式存储。那随着 Web3的不断的发展，数据存储将成为一个最重要的领域。那过去的数据呢，都存储在中心化的服务器。那一旦服务器被攻击了，数据呢就直接被透明化的摆在这个市场进行贩卖了。用户的安全呢，成为最大的一个谎言啊。所以说呢，今年的话呢，我认为分布式存储呢，也可以作为一个关注点啊。这个呢，依然是比较重要的啊。比如说 IPFS，还有等等其他的一些这个存储，比如说 AR 啊等等，我们都可以去关注。当然了，如果说你想要去啊、想问我目前有哪些分布式存储的话呢，那目前的话可能已知的可能就只有那么多，包括这个云存储呀，还有这个基于这个虚拟世界的存储呀，还有这个啊、等等等等数据存储啊等等很多很多的，那可以去。不，当然了，这些分布式存储的这些项目呢，基本上都有它的自己的 token，那你可以去查找，包括 Feel，包括 AR，包括这个SC 等等等等包括还有很多其他的一些这个啊基于这种存储的这种项目都可以去了解一下当然你也可以去购买去啊购买一些比较有潜力的，你认为未来有潜力的一些这个 token 作为一个储存。当然了，这个呢储存呢你也需要量力而行投资有风险入市呢需谨慎。那第五点呢，就是加密，我们来看一看加密市场。加密市场的话呢，在2023年可能不会有太大的波动性当然了，市场上也就是网络上的有这个一些这个大 V 还有一些这个资本的预言，可能比特币可能会跌破这个1万美金可能会到5000美金。有没有这种可能呢？当然这个不排除也有这种可能当然呢，我认为这个如果说没有外部环境如果说没有出现太大的变化的话，我认为这种可能性比较小。为什么呢？因为在整个的2022年的这一年走过来的话呢，基本上市场的高杠杆呢已经被清算的差不多了如果再出现断崖式下跌的这种情况，那就是外部环境出现了变化和恶化了，比如战争继续的扩大化比如说粮食危机等等一系列的经济危机再次的这个进一步的恶化了，那将会导致更多原就处于枯竭的资本市场再次出现一个资金逃跑的这种现象，那可能会导致这个加密市场的再次出现恐慌性的下跌但是呢，我认为这种概率可能比较小的。我们有看从 FTX 这个这个事件当中，我们也可以看到整个的加密市场基本上出现大断崖式下跌的这个基本上没有基本上都是很缓慢的下跌，除了 FTX 本身这个代表的大量的下跌之外呢，其他的好像没有比如说呢飞度了等等这类持有大量比特币的机构的，他们如果承受不住这个市场的这个再次这个富有的话呢也就是这个攻击的这种恐慌性的这种言论的话呢，可能会出现大量的这个抛售或者说这个出售这个持有这个比特币去抵债这种情况，那将会或者说这个以太坊的节点被调查了等等那有可能会这个市场可能会再次出现这个大幅的波动也有可能。所以呢，2023年可能适当的进行，当然了，所以说呢，在2023年也可以适当的去进行建仓买入当然，适当的去进行这个建仓买入，当然这个你要根据自己的条件你不能 all in 了，不能去 all in 了，也不能去梭哈了，因为今年呢是一个非常非常不确定的一年整个市场环境呢基本上不确定，包括美联储的虽然说要在今年不会加息的像去年那么激进的，但是呢依然不太乐观所以说呢我们可以适当的建仓当然了，未来呢是不确定性的，那我们需要有计划的进行投资一旦出现意外的话，我们也不会恐慌，心里不会着急这样呢我们也就可以避免出现因为这个大规模的一个
亏损了，我们就会这个焦虑啊，就会变得焦虑。所以说，适当的进行一个建仓买入呢，可能会比较好。你只拿出一部分去买入也不至于给自己的生活精神带来一些这个压力啊。所以说，选择合理的投资策略呢，可能是迎接这个下一个20年的最好开端啊。为什么是20年？因为2024年之后呢，我认为这整个的区块链可能会呈现像这个曾经过去的这个互联网一样的呈现一个井喷式的一个发展。那如果这样的话呢，我们今天买入这些 token 有可能会在未来20年可能会未来我们只能说未来10年吧，可能会成为一个呃比较好的一个投资资产吧投资的一个标的如果说我们如果说未来这样是这样子的话，那么现在买的可能就是刚好，就像别人说的，可能现在这个就是底部因为我们有看到所谓的这个 token 一旦涨上去之后，它很难再回到它原来最初就是上一轮牛市前的这个价格了基本上很难回去了要么就是要么就是接近上一次牛市这个价格包括我们又看到像优利这样的这个它的上一波的最低的价格是1.75这一波好像没有回到1.75好了，所以说呢这个呢，我认为今年的话呢一定是合理的去规划可能是比较好的所以说我们也不要去 all in，或者说它这个呢可能都不是理想的一个投资状态好了，今天的话呢，我们就先分享到这里。那2023年的话呢，我可能会把更多的精力呢去做自己的一些事情。那么接下来的话呢，我们可能会把这个 YouTube 的这个上面的分享呢，可能会放。那么可能会以更多的方式，可能会分享这个行情，或者说这个交易策略等等比较多一点。那至于市场的信息的话呢，我可能会每周或者每半个月呢，可能会来进行分享一次。之后的话呢，可能会更多的吧，以这种分享行情呢，还有这个交易策略等等今年呢可能会重点的可能会主要在这个二级市场至于空头的话呢，我个人认为呢，可能目前的话呢，我建议呢就是要选择一个比较有潜力的项目呢，去做这个社区的长期建设者，作为一个长期主义，我认为可能会比较好一点因为空头的话，我们有从去年到这一年走过来，我们有经历了很多项目，基本上空头的这个额度，额度呢，基本上非常少的非常少，基本上你是早期的用户了，你拿到的这个额度，拿到的这个空头呢，基本上非常少，这可能有可能就像这个推特上面很多的大 V 说这可能就是一顿猪脚饭，有的可能有可能不止于就可能就只有一顿猪脚饭的这样一个这个量那除了这个在整个去年一年的这个阶段呢，可能除了阿普特斯呢这个表现的比较好一点的话呢，其他的好像都真的只是没有像过去那种空头那种丰盛感所以说呢空头的门槛在提高而如果说想要靠空头来赚取到比较多的这个收入的话，感觉越来越难了。所以说呢，我认为呢，可能在未来的话呢，可能跟着一个比较有潜力的项目呢，去长期的去耕耘，可能会比较好一点。因为参与了一个项目呢，可能对我们个人来说呢，可能成长性更大更高一点。那最终我们获得的结果呢，可能也会更大一点那最后的话呢，也预祝大家在这个2023年呢收获满满那9个也祝大家在新的一年呢事业有成，财源广进。好了，我们今天呢就先到这了，拜拜。